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第1年，上主将有关犹大人民的话传予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甲所有的犹大人民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对阿文王的囝约西亚做王第13年到今仔日，这23年来，上主不时对我讲话，我嘛继续将伊的话传予恁，毋过恁拢无要听叹。上主虽然一遍搁一遍派伊的仆人种先知来恁遮，毋过恁完全毋听叹。因甲恁讲，恁逐个人着悔改，离开邪恶的道路，放杀罪恶的行为，安尼恁才会当永永远远坐伫上主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所以上主讲，恁毋通去缀别个神明，互师敬拜因，毋通拜恁的手做的物，惹我生气。安尼我就袂降灾祸互恁。毋过恁拢毋听叹，颠倒去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惹我生气，家己惹祸端。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因为恁毋听叹我的话，我要调北方的民族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土地甲遐个居民，以及周围的民族。我要甲因彻底消灭，互这个地永远趴远，互人着惊啼笑。上主安尼宣告。我嘛要互因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无人下无，无人点灯，全国拢会趴远，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后，我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上主安尼宣布。我要互我针对这个国家所讲的话实现，嘛要互记载伫这本册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拢实现。我要照巴比伦人的行为甲因的手所做报应因，维有真济国甲大君王掠因去做奴隶。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甲我讲：你着对我的手，甲即杯受气的酒接去，摕去互我派你去的逐个啉。因啉了会东倒西歪，起笑，因为我要互因拄着战乱。我就对上主的手，甲即杯酒接过来，摕去互上主派我去的逐个啉。包括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镇，犹大的君王甲领袖，互这个城镇趴远受气杀，互人啼笑咒诅，亲像今仔日安尼。嘛包括埃及王法老伊的人神、领袖甲所有的人民，以及外族人、欧斯地区的君王、菲利斯的诸王、阿什基伦、加萨、以吉伦，以及阿什顿村落内的人，以东人、摩押人、阿文人、泰尼甲西顿的君王，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君王，底但、提马、波斯甲铁边边的民族，阿拉伯的君王，
沙漠地区达族的王，甚至伊兰、米底亚所有的君王。放远无论远也是近的君王，全世界的各国拢要啉即杯酒，最后巴比伦王嘛着啉。上主对我讲：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着啉即杯酒，啉甲醉，啉甲吐，啉甲跋倒，啉甲爬袂起来，因为我要互恁拄着战乱。因若毋肯接你即杯酒去啉，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一定着啉。我既然对即座奉我的名起的城开始讲灾祸，恁减会当免受刑罚，恁一定袂，因为我已经命令刀剑来攻击全地的子民。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所以你着将我交代的话对因宣讲，责备因。上主对天顶大声喊，对伊住圣的所在喊声，伊对牧场的羊群大声喊，对地上所有的子民喊声，亲像踏葡萄的人在喊。上主话的声会传到天边海角，因为伊要控告万族，要审判所有的人。邪恶的人，伊要互因死伫刀下。上主安尼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着注意，话有灾难对即国拖到迄国，话有大暴风对世界的尽头架起来，到迄日，对地的即边头到迄边头，一世过拢是上主杀死的人，无人为着因啼哭，无人甲因受心死，无人甲因抬，遐个尸体拢要变做地面的粪。人民的牧者，恁着哀哭嚎叫；羊群的领袖啊，恁着哀伤。伫吐沙粉过来过去，恁要互人造灭的日子到啦！恁会摔倒，亲像贵重的废气，摔甲碎碎。牧者无路通逃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逃脱。着注意听，牧者在嚎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上主在毁坏因的牧场。上主发出猛烈的受气，平安青翠的牧场变做荒埔。上主亲像少壮会使离开血，因的土地因为欺压者的受气，搁因为上主猛烈的受气，变做趴远的所在。